有没有一片草原无边无际？举办迈入第5届台南新时代之歌创作音乐会，邀请到全国创作者结合文学甲音乐，为台南创作出属于家己这个年代的歌。回顾历年的得奖作品，为2017年旧电影，2018年趁少年，2019年你叫什么名？2020年老伙仔，每一首创作拢展现出人甲台南这片土地情感。台南新时代那创作歌曲的这个演唱会，出了许多这个非常优秀的杰出的我们歌唱工作者，那最重要的是能够这个演唱创作歌曲。那其实我们在想说，台南到底用什么歌曲来代表？其实为这个问题，在我心里面也盘旋很久。那我们希望说，从许多蛮多的这个创作歌曲中，能找出有台南味，或是能代表台南，或是说台南人喜欢的，或者说许多我们的创作歌这个歌曲创作者能够希望说把这首歌跟台南结缘的为了让更多人听到2年来台南新时代优秀创作，市府也向文化部争取经费。10月30日下晡5点半开始，将在永华市政中心西平广场举办新歌演唱会，由历届台南新时代得奖人甲今年的首奖者同台演出，并会邀请到歌手徐佳莹、魏如萱、阿宝、高尔宣等多位歌星上台献唱，活动精彩好听。市府文化局欢迎大家到场来听歌。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